靈修分享日期2026年7月16日，經文以西結書25章1至11節。亞捫人見上帝嘅聖所被褻瀆，以色列土地變為荒涼，猶大家被擄，佢哋竟然心中歡喜，發出嘲笑聲。上帝必將亞捫人交俾東方人，使佢哋喺列國中滅絕。上帝亦必刑罰摩押，因佢哋嘲笑猶大家與外邦人並無分別，否定咗上帝嘅揀選。今日我哋基督徒唔會因為信奉基督信仰被冇宗教信仰或信奉其他宗教信仰嘅人嘲笑，但係我哋嘅行事為人與基督信仰唔相稱，除咗受到弟兄姊妹勸誡外，亦使未信主嘅人質疑基督信仰嘅真實同埋可信性。確實，我哋基督徒有聖靈居住喺我哋裏面，卻結唔出聖靈嘅果子，除咗成為弟兄姊妹嘅絆腳石，亦成為未信主嘅人信奉基督信仰嘅障礙。聖靈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與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我們若靠着聖靈而活，也要靠着聖靈行事。加拉太書5章22至25節。阿們。